大家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大三組嘅李維壽。我咧就之前咧就未信耶穌嘅時候咧，我感覺生命冇咩意義，日子過啊一天算一天啦。不過我後生嗰陣時咧，我喺電台嗰度聽到啲因為神叫耶穌，所以對耶穌有一啲認識印象。但當年因沒有返教會，這福音種子一直埋在內心。數年前呢，我突然間病咗，血壓升到200度左右，原來是腦中風，生命有危險。經過搶救後脫離危險期，但身體唔喐得，雙腳完全不能走路。我在昏迷期間看見四周好光嘅地方，但我不想就此離世，於是祈求不要太快接我走。當事人不知求救對象，奇妙的求救以後，我真的甦醒過來。半年後身體已迅速的恢復過來，可以走動自如。約1年前，我的鄰居紅姐，感謝主，感謝主啊！邀請我參與一次小組旅行，開始認識天父的肢體。之後紅姐再邀請我加入迦南牧區。這段日子，我知道之前的醫治經歷全是主的恩典，是神醫治了我，為此我很感恩。於是在迦南組長引領下決志信主。在我有了人生目標之後，做人開心了，心情也開朗了，人也有了信心。我把一切交給神，神是真神的神。阿利路亞！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